唔知你有冇發現，最近呢一兩年，每次行入譚仔或者譚仔三哥，望住嗰碗熱辣辣嘅米線，未落筷子之前，個心入面總係會有一種講唔出嘅唏噓。以前嗰種未入鋪頭門口就已經聞到陣陣轉入鼻哥窿嘅濃郁麻辣味，好似越嚟越淡。以前嗰對咬落去肉質爆棚、皮脆肉嫩嘅土匪雞翼，唔知幾時開始變到好似營養不良咁，細隻咗一圈都算啦，仲要連陣孜然味都好似失咗蹤咁。好多人話呢啲係錯覺，係因為我哋食多咗，嘴刁咗。但我話俾你聽，呢個絕對唔係心理作用，而係一個關於資本、關於上市、關於工業化點樣一步步閹割緊香港美食靈魂嘅悲劇。要講譚仔嘅變味，我哋一定要將個時鐘撥返去1996年嗰陣時嘅深水埗永隆街，譚氏家族開咗第一間譚仔雲南米線。當年嘅香港人邊度識得咩叫辣，邊度識得咩叫十小辣？係譚仔將呢種四川同雲南融合嘅味道帶入嚟，仲要喺2008年經歷咗一場轟動全港嘅分家，變咗譚仔同三哥兩派。雖然分咗家，但嗰陣時嘅味道依然係有靈魂嘅，因為嗰陣時每一煲湯、每一隻雞翼背後都係由嗰班姐姐同埋廚房師傅用時間同心機去熬出嚟。但係到咗2017年，呢個就係一切改變嘅開端。嗰年，日本嘅東利多控股，即係丸龜製麵嗰間母公司，用咗接近15億港幣，先後收購咗譚仔同三哥。當時大家仲好樂觀，覺得有大財團入主，管理會好啲，甚至可以將米線文化推向世界。點知呢個先至係靈魂閹割嘅第一刀。大家要明白，一間私人公司同一間上市公司，佢哋追求嘅嘢係完全兩回事。私人公司可能覺得只要街坊食得開心，一年賺返幾百萬已經好滿足，但上市公司唔係，佢要對股東負責，佢要追求每一年甚至每一季嘅利潤增長。到咗2021年，譚仔國際正式喺香港上市。自從上市嗰一刻開始，你碗米線入面嗰陣味道就已經唔再係由廚房師傅決定，而係由會計師嘅計算機決定。點解你會覺得湯底淡咗？以前嘅湯底雖然都有公式，但好大程度上依賴中央廚房初步處理後，再喺鋪頭由師傅即場調配。但係上市之後，為咗要做到所謂嘅標準化同埋極致成本控制，佢哋將湯底完全工業化。而家你喺鋪頭見到嗰煲湯，好大機會係由一包包已經調配好嘅濃縮液或者湯底粉，加入大量嘅水稀釋而成。以前熬湯係要用大量嘅豬骨、雞骨，仲有各種香料，慢慢火候，嗰種厚度係工業合成品永遠模仿唔到。而家嘅湯底鹹味係夠嘅，但係嗰種來自食材本身嘅甘甜同層次感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再講下嗰對土匪雞翼，以前嘅土匪雞翼每一隻都係精挑細選，醃製時間足夠，炸出嚟係金黃酥脆。但而家呢？為咗應付全港超過170間分店嘅供應，佢哋必須要用更廉價、更穩定嘅供應鏈。雞翼嘅大細被嚴格限制喺一個最低標準，以前可能係用緊大規格嘅雞翼，而家為咗慳嗰幾毫子成本，就換咗細一個碼嘅。加上為咗加快出菜速度，醃製過程可能已經簡化咗，甚至係喺中央工場大規模機器醃製，再運到分店。機器醃同人手醃嘅分別，就係啲調味料入唔入到骨入面。你而家食土匪雞翼，係咪成日覺得層皮雖然有味，但入面啲肉係淡茂茂，仲有一陣雪藏味？呢個就係工業化嘅代價。上市之後，仲有一樣嘢變咗，就係所謂嘅譚仔姐姐文化。以前嘅姐姐雖然廣東話唔正，但係嗰種人情味係真嘅，佢哋對嗰間鋪頭有歸屬感。但而家譚仔變成咗一間極其官僚嘅大型企業，姐姐們面對嘅係無止境嘅 KPI 考核、嚴苛嘅更表安排。當一個員工覺得自己只係一部大機器入面嘅一顆螺絲釘，佢仲會唔會用心去煮嗰碗米線？佢仲會唔會喺你嗌走芽菜嘅時候真係幫你留意煮？最令人心寒嘅係呢種變味係溫水煮青蛙。
佢唔會一日之內變到好難食，而係每隔3個月、5個月，將湯底嘅濃度減低3%，將雞翼嘅尺寸縮細2毫米，將配菜嘅份量減去幾克。作為普通消費者，你未必會即時發現，但當你隔咗半年再返去食，你就會覺得好似唔同咗。呢種就係資本運作下嘅切片式榨取。我哋可以睇返數據，譚仔國際喺2024年嘅中期業績，雖然收入仲維持到，但係利潤壓力非常大。面對原材料升價、人工升價，上市公司為咗維持股價，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消費者身上攞。如果你唔想加價加到趕客，咁就唯有喺食物質素度陰乾。佢哋會話呢個叫優化生產流程，會話呢個叫提升營運效率，但喺我哋食客眼中，呢個就係徹頭徹尾嘅偷工減料。以前嘅譚仔代表住一種香港精神草根、實惠、有特色、充滿驚喜。你可以喺嗰度食到一種出面揾唔到嘅獨特風味。但而家嘅譚仔更似係一間快餐工廠，每一碗米線都精準到好似科學實驗咁，但偏偏就係少咗嗰份火氣，少咗嗰份溫暖。當所有嘢都變成數據，當所有味道都變成化學方程式，呢間鋪頭就已經失咗靈魂。我哋唔係反對現代化管理，但管理嘅目的應該係為咗將好嘅味道延續落去，而唔係為咗取悅股東而犧牲食客。以前嘅三哥成日話堅持原味，但喺資本嘅巨輪之下，呢句說話顯得幾咁諷刺。如果一間餐廳連最基本嘅味道都守唔住，咁佢剩返落嚟嘅就只係一個空殼，一個靠住集體回憶嚟續命嘅名牌。如果你最近都覺得譚仔難食咗，唔好懷疑自己，你係啱嘅，因為你食緊嘅已經唔係當年嗰碗充滿熱誠嘅米線，而係一碗經過精密計算、剔除咗所有成本日價嘅工業產品。呢種靈魂閹割嘅過程，係好多香港老牌食肆上市後嘅共同宿命。當一間食肆由廚師話事變成由會計師話事，佢嘅變質就係必然嘅結果。最後，我想問下大家，你哋心目中仲有冇邊間米線鋪係仲保留住嗰種最初嘅味道？又或者你已經對呢啲連鎖店徹底失望，轉向咗去支持嗰啲仲係由老闆親手熬湯嘅街坊小店？其實我哋每一口食落去嘅嘢都係一種選擇。如果我哋繼續容忍呢種工業化嘅變質，咁未來嘅香港可能就只會剩低一陣陣冰冷嘅罐頭式嘅味道。我依然好懷念1996年嗰個喺深水埗飄過嚟嘅真正屬於香港人嘅麻辣香氣。可惜嗰種味道可能已經隨住嗰幾張上市招股書永遠留咗喺歷史入面。而家嘅譚仔雖然招牌仲喺度，姐姐仲喺度，但係嗰份靈魂一早已經被資本嘅巨輪剪碎咗。呢個就係現實，一個令人無奈但又不得不面對嘅工業化黑幕。我哋成日講要守護香港味道，但係當呢啲味道變成咗股票代號，變成咗股息紅利，我哋仲可以守護啲乜嘢？或許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佢徹底崩壞之前，去尋找下一間仲有溫度、仲有火候嘅小店，去延續嗰份真正屬於香港嘅飲食靈魂。唔好再被嗰啲精美嘅廣告、嗰啲所謂嘅新口味騙到，你條脷係唔會呃你嘅。淡咗就係淡咗，細隻咗就係細隻咗。呢場靈魂閹割嘅戲碼，我哋睇得太多，亦都失望得太多。下次當你再行過譚仔門口，見到嗰張熟悉嘅黃色招牌，不妨諗下，你究竟係想食一碗有靈魂嘅米線，定係想幫間上市公司貢獻多幾蚊利潤？答案其實一直都喺你嗰碗湯入面。呢個變味嘅真相雖然殘酷，但係我哋必須要清醒，因為只有當消費者開始追求品質，嗰啲被資本蒙蔽咗眼睛嘅大企業，先至會重新反思，到底乜嘢先至係一間餐廳最重要嘅核心？唔係股價，唔係分店數量，而係嗰一啖能夠觸動人心嘅最初嘅味道。講到呢度，我諗大家都明白點解以前嘅快樂咁簡單，而家嘅滿足感係咁難揾。因為世界變咗，商業模式變咗，連我哋最親民嘅米線都變咗。
呢個唔單止係譚仔嘅故事，亦都係呢個時代好多香港品牌喺成長路上慢慢唔見咗自己嘅悲劇。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重新喺條街度聞到嗰陣久違咗嘅真材實料嘅香氣，而唔係呢種工業化嘅冷冰冰嘅代用品。其實成件事最令人唏噓嘅地方，唔係在於一間公司做得幾大，而在於佢做大咗之後，就唔記得咗當初點解會出發。如果當年嗰位喺深水埗辛辛苦苦熬湯嘅老闆，睇到今日呢碗工業化嘅米線，唔知佢會係咩心情呢？係會為咗嗰幾十億身家而自豪，定係會為咗消失咗嘅味道而感到可惜？呢個答案可能只有佢自己先知。但係作為食客嘅我哋，感受係最深嘅。我哋唔需要完美嘅標準化，我哋需要嘅係嗰份雖然唔完美，但係充滿人情味嘅火候。呢種火候係任何中央廚房、任何自動化機器都永遠複製唔到。呢個就係點解，即使連鎖店開到周圍都係，我哋依然會懷念嗰啲踎喺街邊食到大汗搭細汗嘅日子，因為嗰度有嘅係真正嘅靈魂。所以下次如果你覺得碗湯淡咗，唔好懷疑係佢哋真係減咗料；如果你覺得雞翼細隻咗，唔好懷疑係佢哋真係縮咗水。呢個真相雖然聽落去好唔舒服，但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生活緊嘅世界，一個被資本完全滲透，連味蕾都要被管理嘅世界。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保持清醒，用我哋嘅選擇權去話俾呢啲企業知，我哋真正想要嘅係咩？唔係一堆數字，而係一碗真正好食嘅米線。希望呢篇分享可以令到大家喺下一次食米線嘅時候有更多嘅思考。美食唔應該只係填飽肚嘅工具，更應該係一種文化、一種情感嘅傳承。當呢種傳承被資本切斷，我哋損失嘅唔只係一餐飯，而係一部分嘅生活記憶。保重你哋嘅味蕾，唔好俾呢種工業化嘅巨浪吞噬咗你對美食嘅追求。呢個世界變幻莫測，但係好食嘅嘢應該係永恆嘅。如果連呢一點都做唔到，咁呢間公司規模做得幾大都係無意義。我哋要嘅係質素，唔係數量。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喺香港嘅街頭巷尾，再次揾返嗰種令人感動嘅真摯嘅味道。呢個先至係我哋每一個熱愛美食嘅人最卑微，亦都係最真誠嘅願望。大家記得，食嘢唔係只係用口，仲要用心。如果你用心去感受，你就會發現邊度先至係真正用心做緊嘢嘅地方。唔好被大牌子蒙蔽，真正嘅美食往往就藏喺嗰啲仲未被資本污染，仲係默默耕耘嘅角落入面。去發掘佢哋，支持佢哋，呢個亦都係我哋作為食客唯一可以做嘅事。呢篇口播稿雖然長，但係每一句都係我嘅肺腑之言。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對呢個變味真相有更深刻嘅了解。唔好再俾呢種工業化嘅黑幕蒙蔽你嘅雙眼同埋你條脷。追求真味，守護靈魂，係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嘅責任。下次再見之前，記得食餐好嘅，食餐真正有心嘅。喺呢個咁追求快、追求效率嘅社會入面，慢落嚟，用心熬一煲湯，可能已經變咗一種奢侈。但正正係因為咁，嗰啲仲肯堅持慢工出細活嘅人，先至更加值得我哋去尊重同支持。唔好俾呢啲工業巨獸吞噬晒我哋嘅選擇，我哋值得更好嘅味道，值得更有靈魂嘅食物。呢個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全部。希望大家喺呢個充滿變數嘅時代入面，仲可以揾到嗰份屬於自己嘅最純粹嘅味道。唔好俾資本帶住走，唔好俾工業化磨平咗你嘅生活。保重你嘅胃，保重你嘅心。我哋下次再傾，講更多關於呢個城市入面被忽略或者被改變咗嘅細節。呢個真相，我哋一定要知，亦都一定要講出嚟。唔好等所有嘢都變晒味嘅時候，先至嚟後悔。呢場關於味道嘅保衛戰，其實先至啱啱開始。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呢場戰役入面嘅一份子。
用你嘅筷子投下你最真實嘅一票。呢個就係對嗰啲靈魂閹割最好嘅回應。希望大家明白，美食嘅真諦永遠唔會喺財務報表入面，而係喺嗰碗冒住煙、充滿誠意嘅食物入面。講到最後，我依然希望有一日，我可以推翻今日講嘅所有嘢，可以喺呢啲大連鎖店入面食返當年嗰種令人流連忘返嘅味道。但係喺嗰一日嚟到之前，我會繼續保持我嘅批判，繼續為大家揭開呢啲鮮為人知嘅黑幕，因為呢個就係我哋作為消費者最後嘅防線。加油，香港人！加油，每一位仲熱愛美食嘅朋友！我哋一定要守住自己條脷，守住自己份心。呢個世界雖然複雜，但係一碗好食嘅米線本來應該係好簡單。希望呢份簡單可以早日返嚟我哋嘅身邊，唔好再俾嗰啲冰冷嘅數據奪走我哋生活入面最溫暖嘅部分。呢個就係我今日最想同大家講嘅真心話。記住，數字可以呃人，但係味道永遠唔會。當你食到第一啖湯，咬到第一口雞翼嘅時候，你嘅心入面自然會有答案。呢個答案就係最真實嘅真相。唔好俾任何廣告、任何包裝去動搖你。相信你自己嘅感受，支持真正值得支持嘅人。呢個就係我哋生活喺呢個城市最基本嘅尊嚴。呢篇分享到呢度就正式結束啦。雖然內容好長，但我希望入面嘅每一個字都可以引起你嘅共鳴。我哋一齊去尋找、去守護嗰啲仲未消失嘅靈魂。呢個過程可能好長，亦都可能好難，但只要我哋仲識得去品味，仲識得去要求，咁希望就永遠都喺度。下次見。